害，傷亡人數已到15萬之多。八王兄弟姊妹覺得救援生者，災後重建，刻不容緩，希望大家共襄善舉，踴躍捐書。你哋嘅援救，今日雖然各位只係稍盡綿力，亦可集腋成裘，幫助南亞災民。希望大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大家人民嘅互助精神，希望大家多多捐輸。有好多香港人被狂童捲去，想到我哋嘅哀痛，應該推己及人，尤其是受災後嘅孤兒，請大家踴躍捐書。同情義舉雙。